同事潘慧琳咧，依家繼續喺尖沙咀嗰度啊。潘慧琳啊，個風係越嚟越近啦，出邊係咪越嚟越大風咧？劉俊江，其實我哋喺尖沙咀海旁呢度咧，感覺到個風勢個風向咧係轉緊㗎。咁較早前咧，啲風大部分咧都係喺海邊出嚟啦，而家感覺到咧好喺正下方出嚟㗎。如果一個鐘頭咧，除咗風大咗之外咧，而家見到雨勢都係大咗㗎。啲風大到咧係基本上你空曠嘅地方咧係唔可以企穩。咁形象啲講句咧，如果你打斜個人企咧，係可以托住你個人啊，咁可以就好似咧米高積遜咧45度角企咧，你都可以做到㗎喺現場。咁而喺尖沙咀呢度咧，我哋已經見到咧啲招牌咧已經係被吹爛咗㗎啦。咁啲木板咧吹到周圍都係。咁睇翻出邊咧，其實咧街咧仍然係有人㗎。咁有一批咧唔怕危險嘅一啲市民咧戴住頭盔咧喺出邊玩緊㗎，喺度尋刺激啦，迎住風嚟行，咁做出各個動作。不過我哋都見到啦，佢哋成日都係跌低㗎。而咧地下上面，大家見到嘅咧，唔單止係雨水啊，亦都係咧啲大風咧，係將海邊嗰啲浪啊，亦都吹埋上嚟啊！咁我哋喺現場嘅報道係咁多先，交翻俾新聞部。唔該晒喺出邊嘅同事。而凌晨呢，市面嘅風勢係強勁㗎，受颱風影響，大部分嘅巴士咧都係暫停服務。喺尖沙咀碼頭風勢強勁。市面途人明顯少咗，有市民趁機會追風喺海邊影相，但有遮都未必有用。有送貨工人要通宵運送貨物，但亦都唔容易㗎，咁工具亦都被吹走。凌晨大部分巴士停駛，九巴所有通宵班次同埋龍運巴士公司凌晨停駛所有通宵路線，而新巴同城巴就話凌晨2點所有路線都會暫停。新大嶼山巴士宣布有7條路線維持正常服務，咁而 N1 同埋 N35已經暫停。無線電視記者陳家明報道。日本航空咧就取消2班來往本港至東京嘅航班。原定喺0時20分由東京羽田機場抵港，同埋凌晨嘅1點35分離港前往東京嘅航班都已經取消㗎啦。咁搭客可以致電日航嘅熱線25230081或者係27696509去查詢㗎。而二中航空咧就設立咗熱線22162216俾市民查詢，包括係內地、東南亞以及係歐洲等嘅航班資料。風暴消息啦，報到呢度，一陣間再為大家報道㗎。